在庆余年中，范闲一路上遇到过7位红颜，除了令范闲神魂颠倒、结局圆满的鸡腿姑娘之外，还有着很多的意难平，让观众久久不能释怀呀。那么今天乐风就来盘点一下范闲的7大红颜结局。第7个，柔家郡主。这个角色在剧版中被砍掉了，不过原著作品中，柔家郡主也是范闲的狂热粉丝之一，险些非范闲不嫁呀。而柔家郡主认识范闲的原因，也是通过那本红楼，并且范闲的红楼其实就是柔家郡主推广出去的，因为她的身份能够结识更多达官贵人家的小姐，自然也能让红楼的受众面更广。早期柔家郡主一度打算让范闲当自己的驸马，但这件事却未能成功，毕竟范闲在见到鸡腿姑娘第一眼就已经心有所属了，所以也并未跟柔家郡主走到一起。第6个，范若若。范若若虽然名义上是范闲的妹妹，但是两人之间并无血缘关系，并且在两人小时候，范闲就经常教导范若若一些现代思想，导致了范若若有着一种自由的恋爱观，如果不是自己喜欢的男人，那么绝对不能在一起。而范闲在范若若的心里就是完美的存在，这也就导致了除了范闲外，范若若看不上其他任何人，即便是李洪成追了她许久，都没能打开范若若的心。而最后范若若也选择游历天下，终身未嫁。第5个，海棠朵朵。海棠朵朵跟范闲之间的感情是属于一种纯爱的状态，两人内心中其实都有着对方的存在，但海棠朵朵为了北齐是无法跟范闲走到一起的。即便是在结局中，海棠跟随范闲隐居了一段时间，但最后因为向往自由海棠还是回到了草原中，最后也同样是留在了草原，并且一生未嫁，因为在海棠朵朵的心中早已经有了最爱的人，只不过两人的理念不同罢了。庆余年中范闲7位红颜的结局。第4个，司礼礼。司礼礼原本是南庆皇室的人，但是因为当初叶青梅杀掉了司礼礼的爷爷，导致了他只能背井离乡，被母亲带到了北齐，为了生存进入了烟花柳巷之地。但司礼礼却成功被北齐皇室看中，培养成为了北齐的暗探，再度回到了南庆。本来最开始认识范闲时，司礼礼只是想从范闲身上打探一些消息，但他对范闲献出自己的身子时，范闲却并未动弹，因为范闲才华横溢，加上人品不错，也让司礼礼逐渐对范闲动心。所以在燕小乙追击二人的时候，司礼礼更是舍身给范闲挡箭。但两人同样是因为身份的缘故，最后并未走到一起。为了帮助战豆豆掩盖女人的身份，司礼礼成为了北齐贵妃，帮助战豆豆一同处理国事，以及养育战豆豆的女儿红豆饭。第3个，战豆豆。作为北齐的小皇帝，战豆豆在几岁的时候就被扶上了皇位。北齐太后也因为战豆豆的女儿身份，担心她无法安稳继承皇位，便对外宣传战豆豆是男人，有资格继承北齐皇位，这也就导致了战豆豆只能以男人的身份示人。而在读过范闲的红楼和诗集后，战豆豆对范闲的才华赞赏有加，并且极力拉拢范闲，甚至不惜为了北齐皇室能有后代，下药给范闲借种。因为这一次的关系，战豆豆和范闲之间的距离也逐渐拉近。两人在去东夷城拉拢司顾剑的时候，在剑楼之外再度发生了关系，战豆豆彻底成为了范闲的女人之一。只不过范闲却并不打算入赘北齐，两人最后并未能走到一起，只留下了女儿红豆饭。只能说双方的身份也决定了双方注定是没有结果吧。庆余年中范闲7大红颜的结局。第2位，柳思思。柳思思这个人物剧版中似乎也被删除掉了，她本来是范闲在儋州生活时照料她的大丫鬟，在范闲进入京都后就一直留在儋州生活，年龄比范闲要年长几岁，但两人因为一同长大，关系也非常的好。在范闲跟林婉儿结婚之前，范老夫人便将柳思思送到了范闲的身边，让柳思思成为范闲的通房丫鬟。就这样，柳思思一直留在了范闲的身边，并且柳思思是原著作品中第1位跟范闲发生关系的女子，两人有了范小花这个女儿。不过后面柳思思的故事就并不是很多了，毕竟她并不是正室只是一个天房罢了。不过却同样是范闲能够用命去呵护的人，毕竟两人之间也是正式的夫妻。第1位，林婉儿。林婉儿作为《庆余年》这部作品中的女主，在范闲于庆庙中第一次见到她拿鸡腿时，就已经对林婉儿倾心了，并且在不知道林婉儿的身份情况下，范闲对于给她安排的婚事直接拒绝，也不在意对方的身份是公主。不过在正式得知林婉儿的身份后，彻底的改变了自己的看法。可以说林婉儿就是范闲最爱的人没有之一。其他的红颜在范闲的心中丝毫比不上林婉儿的地位，即便是林婉儿的身体状况告诉了范闲她可能生不了孩子，却也依旧阻挡不了范闲对她的爱。而且范闲也一直寻找治疗林婉儿的方法，最终范闲和林婉儿二人过上了10分幸福的生活。只不过林婉儿在和范闲结婚后的故事也少了很
很多，生下儿子范良后，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家中带孩子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有什么观点，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。